大家好，時炒飯，我係 Jackie。成日都聽我節目嘅粉絲應該知道噶啦，我嘅時事炒飯頻道咧係被消失咗嘅。咁至於點解會被消失呢？油管班主咧當然話你係違規啦，而佢哋封你之前呢，亦都唔會俾個警告或者係任何具體嘅原因嘅。其實應該就係我講嘅話題咧，對老美嚟講係非常之敏感，尤其是係阿董王最近落咗死命令。如果網上嗰啲博主一講到話美軍喺中東唔掂，或者啲負面嘅消息嘅話呢，就一律會被封啦。呢個亦都係因為喺美國中期選舉仲有2個幾月咧就舉行啦，所以董王一定係要做翻啲嘢嘅。雖然我講嘅呢個內容係客觀同埋真實，但係對於既得利益者嚟講呢，當然係對佢哋不利啦。所以為咗要停止啲咁嘅資訊出咗去，咁班主梗係要做嘢啦，手起刀落。然後就上綱上線，咁所以我台咪被消失咯，就係咁簡單啫嘛。但係都係冇辦法噶啦，我哋因為人哋嘴大，你係嘴細，把刀喺佢哋手上邊，想剁邊個就剁邊個，所以呢個亦都係現實嘅問題。好彩呢，我就有呢個後備嘅頻道。咁以後我嘅時事炒飯節目呢，就會喺呢個頻道嗰度做噶啦。呢個頻道呢，叫做 Jackie 炒飯。咁如果想繼續聽我嘅時事炒飯嘅節目內容呢，咁就請你哋撳個鐘仔，即係訂閱個鐘仔啦。咁一有新嘅節目出嚟呢，就會自動通知你哋噶啦。但係我唔能夠保證呢個台呢，我可以做到幾耐。總言之，做得一日就得一日。咁講多次啦。所有收聽我頻道嘅粉絲，以後我時事炒飯節目呢，就會放喺呢個頻道啦，叫做 Jackie 炒飯。你哋只要所做嘅嘢呢，就係伸出你哋嘅發財小手，去撳個小鐘仔，訂閱我嘅頻道。咁一有新節目出呢，就會自動通知你哋噶啦。好啦，公告嘅說話已經講完啦，咁入翻正題啦。喺8月10號，軍政平工作室嚴正表態，就話如果日本政府喺核問題上面執意玩火，咁日本廣島同埋長崎嘅昨日，未必唔會係日本嘅聽日。呢句說話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如果日本繼續喺核問題上面玩嘢，咁日本未來呢，就可能將會係再次遭受到核武器嘅打擊。呢個係核武器打擊嘅警告，喺所有軍事嘅警告裏邊呢，係屬於最高級嘅警告噶啦。咁點解軍政平工作室要咁樣講呢？首先我要俾大家科普一下，邊個係軍政平？軍政平工作室呢，就唔係某個人，亦都唔係某個工作室，係中國人民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自己建立嘅一個自媒體嘅賬號。佢哋放嘅文章呢，都係解放軍宣傳團隊集體創作嘅一個文章嚟嘅。佢哋嘅發聲呢，就唔代表某一位作者嘅意見，亦都唔代表解放軍官方嘅正式立場。而呢個軍政平工作室嘅表態呢，就係解放軍嘅官方表態。咁對於軍政平工作室嘅來歷，大家而家應該係明白噶啦。咁解放軍發出最高級嘅嚴正警告，就係因為喺8月6號同埋8月9號分別係廣島同埋長崎原子彈爆炸嘅81周年紀念日，而日本首相係按照歷年慣例，都係會參加紀念儀式並且係致辭嘅。咁按照幾十年嚟嘅慣例，日本歷屆嘅首相都會喺核爆紀念日上邊沉痛咁哀悼死難嘅日本民眾，並且會明確表態，將會係繼續堅持無核嘅3原則。但係呢次高市早苗喺8月6號嘅廣島紀念儀式上邊呢，就修改咗呢個表述，就改為日本正在堅持無核3原則呢種表述。佢呢種表述呢，就係現在式，仲未對未來做出任何嘅承諾嘅。面對呢次突發嘅重大改變，稍為有政治敏感度嘅都能夠聽得出嚟裏邊巨大嘅區別。喺高市早苗致辭結束咗之後呢，嗰啲記者立刻湧上去追問佢關於後續嘅核政策走向。但係面對記者啲咁直接嘅問題，高市早苗就好模糊咁樣以保安相關嘅文件呢尚在修訂之中呢個理由，咁就完全迴避咗正面嘅回答。咁日本本土嘅媒體以及國際嘅輿論就普遍將呢件事解讀為日本右翼政府正在為後續嘅修改核政策同埋突破核紅線預留操作嘅空間。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危險嘅政治信號，亦都係代表住日本政府唔再認為無核3原則係一個唔可以突破嘅紅線。咁樣到咗8月9號嘅長崎核爆紀念儀式上邊呢，高市早苗亦都係用翻一樣喺8月6號
廣島核爆紀念儀式上面嘅表述，再次係對日本未來係咪會堅持無核三原則呢一點呢係避而不談嘅。咁所以導致咗喺8月10號，中國解放軍坤正平工作室係對日本發出咗嚴厲警告。高市早苗作為安倍晉三嘅政治門生，其實喺上台之前呢，就已經公開主張修改無核三原則嘅啦。咁喺上台之後呢，佢係更加將呢個無核三原則放喺政策上面咁修改。就喺上個月，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更加喺電視嘅節目上邊公然咁樣話，日本係應該毫無忌憚咁樣討論同埋核武器相關嘅政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仲喺核潛艇問題上邊不斷咁樣試探，佢哋又聲稱下一代核潛艇嘅動力方案唔排除任何嘅選擇。咁所以當日本首相喺核爆紀念日上邊，連一句未來繼續堅持無核嘅原則都唔願意講嘅話呢，咁呢個問題已經係嚴重到中國解放軍對日本唔能夠唔發出最高級嘅警告噶啦。日本右翼政府咧，從來都冇真正咁反省過戰爭，佢哋只不過係反省點解自己會戰敗，亦都從來冇真正痛恨過核武器。佢哋只不過係痛恨自己點解冇擁有核武器。咁喺1945年，美國嘅原子彈落咗喺廣島同埋長崎上邊，就係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咗長達10幾年嘅對外侵略戰爭，造成咗幾千萬亞洲嘅民眾死亡。而佢哋當時亦都唔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之後呢，咁最終係招致呢個核武器打擊嘅。如果佢哋唔係執意發動侵華戰爭同埋太平洋戰爭，咁就唔會有後嚟嘅核爆災難。咁所以中國係需要嚴厲咁警告日本，或者咁樣先可以鎮得住佢哋嘅氣焰。咁另外高市早苗喺核爆紀念日上邊，亦都唔敢提美國係向佢哋掟咗2粒原子彈嘅。亦都反映出佢哋喺美國面前就成隻鵪鶉咁樣。就喺8月9號，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亦都公開咁串佢哋，就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咧喺核爆紀念儀式嘅致辭之中，全程都唔敢提及究竟係邊個喺81年前向佢哋投下咗原子彈。而扎哈羅娃仲反問，按照日本現任嘅領導層講法，當時係一個原子不明飛行物，即係 UFO。落咗喺廣島同埋長崎，就因為高市早苗連到底邊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呢件事咧都唔敢認，咁所以搞到整個日本迅速咁樣掀起咗製造假歷史嘅風潮。一群日本人咧就大量咁製造咗一啲假嘅歷史資訊，譬如原子彈爆炸係假嘅，投喺廣島同埋長崎嘅並唔係原子彈，原子彈喺日本研發，並且喺地面嗰度引爆等呢一類關於日本核爆嘅假歷史，並且係瘋狂咁樣傳播嘅。呢啲日本人咧自己製造假嘅新聞。有啲日本人咧仲話佢哋從來冇俾美國咧掟過原子彈，更加係有啲人仲離譜話日本自己係掟原子彈炸翻自己。總之呢啲人製造啲假新聞咧，唔知好嬲定好笑啦。咁搞到最後自己嘅日本媒體咧都睇唔過眼啦。日本廣播協會 NHK。就話嗰啲人講嘢咧就係假新聞，而且係對日本嗰啲民眾就話喺日本歷史上邊真係俾原子彈炸過噶。咁所以我個人認為，連美國呢種對日本掟過原子彈嘅國家都可以同日本咁友好，咁中國點解唔可以咁做呢？中國亦都可以向日本掉2個原子彈之後，然後都可以建立呢個中日友誼噶，但係前提就要俾中國嘅原子彈炸2嘢先咯。咁所以日本事實上咧就係美國嘅半個殖民地，對美國咧驚到成隻鵪鶉咁樣。咁如果日本一定要做呢個出頭鳥，對中國玩火嘅話咧，咁日本呢隻鵪鶉一定會俾中國燉嚟食。最近日本新版嘅防衛白皮書咧公開咁發表，其中對中國軍事實力嘅多項描述係令人感到詫異嘅。日本方面聲稱中國嘅殲20戰機咧只有308架。而彈道導彈咧全年咧都未有新增，咁中國嘅彈道導彈武器咧就只有700個。咁日本係點樣得到呢啲咁嘅數字呢？佢哋對外發布呢啲咁嘅數據，又係持有啲咩目的呢？喺佢哋嘅白皮書入邊，大幅度咁低估中方嘅軍力嘅數據，係令人感到震驚嘅。佢哋話殲20只有308架。咁呢個數字佢係點樣得出嚟嘅呢？其實佢哋就係將喺中國航展上邊所展示出嚟嘅300架戰機，同埋喺大閱兵上邊出現嗰8架嘅新機，
咁樣加起埋上嚟，得出咗呢個數字，所以呢個數字咧係毫無可信度嘅。其實嗰啲軍迷咧，經常咧睇到殲20戰機嘅最新編號，最近一次編號咧就係 CB11324，亦即係話第11批次第324架嘅意思。咁足以能夠證明殲20咧已經係實現咗規模化生產。而中國嘅產量咧，已經係遠遠超過日本嘅白皮書之中所俾出整體嘅數據噶啦。更加唔使講，國內外嘅媒體咧，已經係多次指出，殲20嘅總產量咧，極有可能已經係突破咗500架。佢哋更加搞笑嘅數據咧，就係話中國嘅彈道導彈咧只有700個左右，而且產量都係冇新增嘅。但係就根據美國軍事智庫最新嘅研究結果就話，喺中國西北部新建嘅大型洲際彈道導彈嘅發射井，已經係裝滿咗幾百個發射裝置噶啦，而且嗰啲發射平台咧不斷咁樣擴建。咁毫無疑問，日本啲數據假到咁，就肯定唔係無心之失噶啦。咁點解佢哋要做呢啲咁嘅假數據出嚟呢？呢次佢哋低估中方嘅軍力，基本上就係精心策劃嘅一部分。而佢哋背後咧係隱藏住濃厚嘅政治利益需求。根據我個人嘅分析咧，應該主要有2個目的。第一個咧就係掩飾自己而家抗軍嘅意圖。第二個目的咧就係建立符合右翼政府所需求嘅輿論環境。從對外嘅目的嚟睇咧，日本要透過製造威脅，為右翼抗軍嘅政策咧增加合法性。喺國際社會上邊，尤其是係喺美國支持之下，日本係一直試圖突破和平憲法對軍事力量限制。喺近呢幾年嚟，日本對國防嘅投入咧已經係屢創新高噶啦。國防嘅費用咧係已經達到2% 嘅 GDP。咁為咗達到呢一個目標，日本係將中國當成敵人，咁佢哋先有多啲嘅藉口投入多啲嘅軍費。咁日本呢種做法咧喺二戰嘅當中亦都可以睇到類似嘅邏輯。譬如當年嘅日本明知自身嘅國防力量係弱過美國嘅，但係就刻意隱瞞兩國嘅軍力嘅巨大差距，捏造一啲樂觀嘅戰報去誤導日本民眾，目的就係想同美軍開戰，搵啲輿論嘅支持。可以講話而家日本右翼嘅勢力不過係歷史嘅翻版嚟嘅啫。透過操縱輿論同埋數據，為軍事化嘅政策係做好準備嘅。但係同時日本政府又唔願意將中國塑造一個太厲害嘅形象，仲想向佢嘅盟友傳遞出一個中國強大但係並唔可怕嘅觀點。否則如果一個惹唔起嘅中國形象深入民心嘅話呢，咁仲有邊個國家願意配合日本去挑釁中國啊？所以日本既想要宣傳威脅論去為佢哋抗軍嘅鋪路，但係又唔想宣傳得太過分，咁佢哋先陷入一種矛盾嘅心理。所以喺報道中國戰機同埋導彈嘅數量嗰陣時咧，只能夠適當咁貶低中國。大家要注意嘅就係，令人有啲擔心嘅唔單止就係數據嘅本身，仲有就係日本暗藏嘅隱患同埋所帶嚟嘅區域性影響。如果日本真係好似白皮書之中渲染嗰種低估中方嘅軍力，咁喺一旦誤判嘅情形之下，並且走向衝突嗰陣時，咁佢哋日本脆弱嘅經濟同埋戰略資源就必定將會係暴露無遺。因為日本係島國經濟，始終係依賴外部嘅，尤其是喺原材料方面，佢哋係非常之依賴中國。即使日本政府大肆咁宣傳深海稀土嘅開採替代方案，但係實質嘅問題就係，唔單止開採嘅成本係極高，日本仲缺乏中國喺稀土精煉技術上面嘅領先性同埋技術底層嘅優勢。而家喺軍事安全方面，日本分離筆嘅巨大存量已經係引嚟無數嘅爭議。根據統計，喺2024年，日本喺分離筆嘅存量已經係高達 44.4 噸，其中有 8.6 噸係儲存喺日本本土。呢啲核材料咧就足以製造高達5500個核彈頭，咁放喺全球嘅範圍之內，基本上係一個核子大國級別嘅儲存量嚟噶啦。更加值得警惕嘅就係，日本係全球唯一嘅擁有完整嘅核燃料循環技術嘅無核國家。儘管表面嚟睇，日本仍然都仲未擁有核武器，但係而家右翼政府成日以國家安全為由，喺度試探緊國際嘅底線。以佢哋而家核儲備嘅現狀、軍備嘅擴張，同埋正在想通過無核三原則
日本右翼政府呢啲政策嘅方針已經係成為地區局勢動盪嘅定時炸彈。從佢哋最新版嘅防衛白皮書之中，故意去貶低中國軍力嘅數據，去到日本右翼勢力試圖實現擴軍嘅圖謀，加上佢哋依賴外部嘅資源，呢啲種種跡象嚟睇，其實已經係暴露咗日本喺東亞呢個區域潛在住對中國戰爭嘅風險㗎啦。好，今集講到呢度，希望大家留言、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多謝收聽，拜拜。